大家晚上好。而今天喺2026年嘅1月22號，我哋總共有超過2000名嘅市民一齊參加。佳哥今日嚟到我哋加碼好唔好啊？20盤好唔好？幸運兒咧，你哋攞隻手抄一抄凳底就揾到㗎啦。眾卿家勉勵，仲興加勉勵。啱啱新推出呢個四合院設計呢個概念，我覺得係啦，總之係同建築同埋理財真係好相似，就環環相扣。我嚟想當然有原因嘅，係因為了解先至去做。以先見，共建未來。多謝大家。Thank you。2月5號，我哋再次有呢個講座，期待可以再次見到大家。再見！永明退休四合院，一定係你嘅首選。耶！唔該曬咁多位。